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曼聯花生台，繼續有我水哥喺度講波。好啦，咁啊，今晚凌晨歐霸16強咧就開戰，曼聯咧就先作下咧皇家蘇斯達嘅第一回合。嗱，曼聯方面咧就會派出咗咧18人嘅名單咧出征西班牙，其中咧比較值得留意嘅係麥加同埋烏加迪咧都同樣咧就喺上場對富咸嘅時候咧就有小傷，都係冇份去嘅。但中場咧我哋咧就係會有翻啲小將哥利亞就可以復出可以踢翻。咁啊，同埋歐洲波啦，基本咧就比較咧有機會咧出翻艾力神同埋卡斯會多啲嘅，所以中場人員咧都係夠用。而出征名單上仲有一位咧季前討論度都幾高，但隨住咧轉咗阿摩廉做主教練之後，都好一段時間咧冇晒消息嘅阿馬斯。嗱，呢位左閘小將今次咧都係會隨隊咧就去埋西班牙。嗱，講翻阿馬斯啊，其實咧就真係有啲唔好彩。季前明顯咧坦克咧就幾睇好佢，當時咧就講到咧可能再練多幾個月，或者下半季咧就會試下俾阿馬斯咧上陣。但可惜咧而家轉咗阿摩廉之後，似乎咧對球員嘅睇法咧就唔同咗。而家咧就係要用翼位，東窗甚至咧就買埋新兵多股，同埋咧繼續盛傳咧嚟緊夏天咧仲會再想咧再買新翼位添，但都冇點傳話咧會提拔阿馬斯上嚟喎。咁啊今次啦，終於有個機會咧就隨隊，睇下咧或者會唔會終於有可能係俾阿馬斯咧就試一試呢一隊地標啦。另外咧就係關於咧歐霸咧，仲想再講多一點，就係咧賽前咧阿摩廉喺 Sky Sports 度咧做訪問嘅時候，講到咧曼聯而家 focus 咧就係喺去建立一個咧就可以 last 得更長久嘅戰術體系，更多於咧單單爭取咧就喺今季贏一個錦標咁話。嗱，呢句話咧我都明嘅，但係由曼聯主帥個口度講出嚟咧就始終有啲怪，而且就可能咧會傳達出一個咧令人誤會嘅訊息。我覺得咧就係無論啦，曼聯 focus 喺點樣一個長期嘅目標都好，短期之內啦，或者係任何時間，對於眼前嘅任何一個比賽咧，都係要全力去爭取最佳成績咧先係，或者咁樣講法咧就會清楚啲嘅，即係一樣咧都係 no excuse。今季歐霸一樣咧都係全力去衝先係。好啦，跟住咧就輪到入到今次條片嘅主題，安東尼又係講安東尼啊！嗱，尋日咧就有條片就有講咧關於外借緊安東尼，貝力斯方面咧已經盛傳咧就想買斷佢，但價錢上同曼聯嘅心水價咧有啲分歧。而今日最新咧就係想討論埋關於安東尼經理人出嚟炮轟阿摩廉嘅呢單最新嘅花生啊！嗱係啦，事緣之前咧喺一啲賽前記招，有記者咧就問阿摩廉點睇咧安東尼去到西甲翻山。阿摩廉咧就答完咧有關兩地聯賽身體對抗程度唔同嘅 physical factor 之後啦，而家安東尼嘅經理人咧就出嚟反擊，講到佢哋咧就唔同意阿摩廉所講喎。咁啊呢位安東尼嘅經理人 Junior Pedroso 就話啦，安東尼之前喺曼聯係因為冇俾到足夠信心安東尼去踢翻出佢最好嘅表現啊。嗱，呢位 Pedroso 咧直頭係數埋安東尼仲喺曼聯嘅時候，當時阿摩廉咧就已經打咗15場波，但當中咧只有9場咧有用安東尼嘅啫。而上陣分鐘總計亦都只係得咧252分鐘，即係 Pedroso 咧就計埋數，安東尼咧喺15場總體比賽時數中只有咧上陣18% 左右。咁啊呢個咁少嘅上陣比例，當然咧就唔可以實際反映一個球員嘅真實能力咁話。而 Pedroso 咧另外咧仲有講埋安東尼喺貝力斯咧有俾佢一個適當嘅 condition 去發揮嘅時候咧，安東尼嘅表現咧就可以出翻晒所有應有嘅潛力出嚟。所以關於之前嘅表現唔好，係安東尼之前喺曼聯咧如何被對待不當嘅問題，仲有咧就再加埋提埋，唔止安東尼啦，仲有好多其他球員都係出咗曼聯之後咧，就即刻喺其他球會咧就踢得好好多。嗱係啦，睇翻安東尼經理人今次對阿摩廉嘅反擊，我自己作為一個曼聯球迷嚟講，我覺得咧就一半一半嘅。首先我睇法咧就係安東尼喺曼聯踢得唔好。再準確少少咁講，喺英超踢得唔好，確實咧就係有佢自己個人能力嘅因素。喺英超佢爆唔贏，係有爆發力同埋變速唔夠呢啲嘅原因嘅，大家咧就係有眼睇，呢個咧就係一個無可否認嘅現實嚟。但同時另一半咧就係啦，我又同意翻呢確實，點解咁多球員咧出走曼聯之後反而有好表現呢？的確咧又係另一方面，曼聯呢邊咧都係有幾大問題。嗱，我自己咧而家當下諗啦，有幾樣嘢咧就可以講嘅，先係第一樣。曼聯本身對波咧整體穩定性嘅問題，近年係從來都做唔到一條咧穩定嘅龍骨去撐實對波嘅，導致好多新球員或者新仔上到嚟之後就好難適應，因為咧本身對波咧就好亂，甚至係連比較有經驗嘅球員啦喺度咧都係會踢得唔穩定。曼聯本身咧就真係近年咧度度都係問題，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大原因先。其次，第二樣換帥嘅影響，
嗱，位置嘅改變原因咧，亦都係一個幾大因素嚇。就用安東尼做例子，由打翼鋒變成翼衛，其實咧就唔係咁易，甚至係要成條邊咧係由攻到守咧都係 cover 曬。咁啊，無論球員本身有冇呢個能力，佢都係要時間咧適應踢法咧或者戰術改變嘅。呢個一定咧又係另一個影響表現嘅因素嚟。但當然啦，都要講翻安東尼其實本身咧喺打二季嘅時候，即係未變嘅時候咧，就已經表現到唔好噶啦。呢個咧就係大家都知。再嚟第三樣，喺曼聯踢波嘅壓力咧真係非一般地大嘅。咁呢個咧之前亦都有提到，除咗本身自己球迷多之外，仲有咧對家嘅球迷好多名宿，甚至係唔同嘅球評。因為咧本身曼聯嘅 topic 咧就流量好大，但凡有咩事咧就全部人、全世界關唔關事嘅都會走埋嚟抽水咧抽埋一份。所以好多言論啦，對球員嚟講咧就係壓力咧就好大。仲有啦，第四樣，之前咧曼聯嘅更衣室的確咧仲有呢幾嚴重嘅風氣問題。之前嘅普巴，仲有咧辛祖、福哥等等，陣中嘅一啲咧重量級嘅核心球員，本身咧就冇做到良好嘅示範作用，好易咧就會連帶影響埋呢陣中其他球員，成隊波咧就係咁樣咧逐啲變質嘅啦。而呢樣嘢咧，我哋睇到無論之前咧坦克或者而家嘅阿摩連都係有努力咧去執緊嘅、改善緊嘅。咁希望嚟緊曼聯更衣室咧就可以建立翻一個咧良好嘅風氣先，呢樣咧都好重要。係啦，咁我諗咧就而家咧大致諗到呢四樣啦，係影響住咧好多球員喺曼聯嘅發揮。所以點解睇到安東尼去到貝利斯之後變勁，麥湯去到拿波里之後都係變得更強，仲有就係艾蘭加喺而家排緊聯賽前列嘅森林咧都可以佔一席位。綜觀翻咧，除咗球員本身努力之外，仲有咧就係曼聯內部的確咧就太多因素咧就困擾住。咁呢個咧真係一個不爭嘅事實，我自己係曼迷啦，我都認咧係有關係嘅。咁啊係啦，今次咧就講住咁樣先。想支持我嘅話咧，就可以加入 Patreon 做會員，或者 join 翻呢個 YouTube 會員都得嘅。感謝支持先。好啦，我哋下條片再見。